主賜希望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你一生短暫嘅年日，就係神賜俾你在日光之下嘅年日，當同你嘅所愛嘅婦人享福，因為呢啲係你生命中同埋你喺日光之下勞碌所得嚟嘅賞賜。凡你手所當做嘅，都要盡力去做，因為你所必去嘅陰間，冇行動，沒有計劃，沒有知識，也沒有智慧。呢啲係聖經中所羅門王嘅反思。上帝嘅話語係啦，唔要浪費時間去實現別人嘅夢想，因為我哋嘅上帝已經話俾我哋知，我哋如何生活。世人啊，上帝已指示你何為善。主向你所要嘅係乜嘢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嘅心，與你嘅神同行。然而佢咁愛我哋，甚至將差遣主耶穌基督嚟到拯救我哋，使到我哋免於滅亡，而能夠進入永恆。因此，我哋應該有信望愛，能夠以平和嘅心態去生活。研讀一下聖經，揾出你今生來世嘅盼望係乜嘢？基督裏邊嘅盼望係對未來嘅祝福嘅堅定嘅期盼。佢根植於神嘅應許，耶穌基督嘅復活，佢再來嘅應許。即使喺當下嘅困境裏邊，透過上帝聖言嘅信心同埋順服，我哋就係可以獲得屬靈嘅韌性、歸屬感同埋永恆嘅視覺。呢個活潑嘅盼望，如同靈魂嘅錨，提供確定性同埋力量，使到我哋克服挑戰，過住敬虔嘅生活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，因為你嘅無條件嘅愛同埋你嘅好多好多嘅應許，特別係願意與我哋同行嘅應許，使到我哋唔再覺得孤單。有你嘅愛支持我哋就好似有無比嘅活力去為生命奮鬥。你俾你俾使命我哋，使到萬民，使萬民作你嘅門徒。我而家喺互聯網內替你尋找嗰啲喺電腦終端機前面嘅迷途羔羊，求你用聖靈嘅心裏面留低嘅種子，求你用聖靈喺佢哋心裏邊留低種子，讓收割嘅人能夠有更多嘅收穫。每一個靈魂都係我哋所重視嘅。祈禱係主耶穌基督，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哋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就撳share 啦。如果你哋覺得我想知道啲按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咁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